来看爵士钢琴音乐家柯立婷，为着要追求音乐的梦想，伊离开舒适区去澳洲学爵士钢琴。回来台湾了后，2021年发行伊头一张的演奏专辑，一个手就入选金曲奖。这一届伊甲德鲁古作为囡仔，因美妙的声音结合爵士音乐，用心制作有台湾味的专辑，要来分享给爱音乐的人。单新专辑内底，就是乐曲同款轻快，就是钢琴音乐家柯立婷，较早为着追求音乐梦，放弃电脑工程师正好的薪水，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爵士钢琴。等来台湾了后，伊开始圆梦，却因为疫情，筹措经费的过程特别辛苦。伫马上的原作，2021年底顺利发片，一声就入围金曲奖。各个国家都会有融入自己的文化，然后再带入一些爵士音乐。那我就觉得，那我回来台湾做，我也觉得我就是想要把一些身边的就是文化带进来。伊伫澳洲进修的过程，一直想等来台湾了后，制作有台湾味的爵士音乐，所以去花莲的偏乡国小大课教音乐，接触到当地泰鲁格族的囡仔，也为因单纯的声音感受到生命力。原本大家想到的一些可能都是黑人女伶啊，然后是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大嗓音啊，但是却现在是一群就是非常疗愈的小朋友的歌声。为了记录这段发家台湾爵士的过程，克服真侪困难。除了有中西音乐整合的难度以外，训练一大群囡仔有交通接送的问题。为了保强囡仔的族语，也搁请族语老师来翻译，也甲元老协助正音，所以每一首歌拢真无简单。因为我也不会太多个族语。然后再加上翻译完之后我也不会念，所以我当下其实就会需要2个助手，那一个是可以念出最道地传统的太鲁阁族语的长老。柯立婷讲，除了甲爵士乐、甲原民音乐融合，伊即届收集将近60个原民囡仔心愿，甲写入去这张诉求分享幸福的专辑内底，互马众会当听到这个心声，也介绍有泰鲁格族的故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